欢迎你都转来新闻的现场，继续来关心的是家己看嘅篮球嘅观众朋友，相信大家对嘅李元刚也嘅年纪啲唔会上分，佢喺才14歲時就係最年強嘅籃球國手，也係呢佢喺國內年歲最細嘅籃球教練，身為苗栗嘅客家人嘅佢，都帶喺樣板做到嘅，也係要帶觀眾朋友向下去了解。 他曾经是国内篮球场上年纪最小的球员，而现在的他则是国内最年轻的篮球教练。34岁的李云光是苗栗土生土长的客家人。一个很机缘的机会，参加个新生训练，就教练了看到，要他声音也都还不错。 李云光说：“年纪轻轻就拿下男篮界的2项之最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秉持客家人的刻苦精神。当认真去做下的事情，就像俺这个客家人的精神，当拼啊，又当硬劲，当执着。” 目前身兼中华和玉龙2家球队教练的李云光，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带好球队，赢得比赛。民视新闻徐新全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假使許多嘅客家莊咧，切對做唔得粗高嘅擂茶，高雄嘅美濃嘅客家擂茶館咧，就充滿到嘅香味，連嘅從嘅香港來嘅旅客攏講咧，食材係當好，也嘅點咧從年客熱英文嘅時間咧，就叫當到無同樣嘅減數地方，也要帶觀眾朋友向下去到高雄嘅美濃去看啦。 这家茶馆很特别，客人进门前得先敲个锣提醒掌柜的。来，欢迎员外，请进门。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，昏黄的灯光，复古的摆设，掌柜的会先送上特制的清新桂花茶，让客人消消暑。再来份客家擂茶，怎么喝这就有学问了。擂茶要好喝的话，一定要磨得细啊，所以员外呢，要如何磨出一波好喝的擂茶？麻烦员外站起来一下。还靠这个油啊？哎，对啊，就是要扭一下屁股啊。加上芝麻、花生、何首乌等材料的客家擂茶是越磨越香，还能够有运动的效果呢。运动了，有啦，给减了。还要自己磨完吗？哎，周生啊。 美浓客家擂茶馆的名气不止吸引年轻学子，远从香港来的客人第一次就喝上瘾了。哈，好香，很好喝。很好喝啊。哈，在香港喝过吗？没有。 挥汗享受研磨的乐趣之后，再冲泡热茶，加点玄米，把营养喝下去。和朋友一起共饮香醇的客家擂茶，一人120就能够拥有一下午的悠闲。民视新闻黄美惠、郑兆佐高雄報道。 講防護業嘅創辦人呢係劉秀如，佢唔止當愛跳舞，也當愛插嘅客家人嘅事務。客家人嘅佢呢10幾年前就是留嘅客家嘅舞重新來被改編，當受到大家嘅歡迎。也係幾件係準備新嘅客家舞，而天呢才蔓延同嘅觀眾朋友向下來體驗客家之美。全身的嬰兒游。 柔軟細膩的肢體動作，劉少儒正在排練室排練他最新的舞馬嬰兒遊上的現代舞。舞蹈對劉少儒來說是人生的轉捩點，而出身新竹縣竹東客家莊的他，成長背景則是他的創作來源。那時候可能留個天理打滾有關係，那媽媽。 經講呢一舞嚇講夫妻舞，溜來溜去，八八溜來溜去，講夫妻舞這樣。劉少儒對舞蹈的熱情，連家人都備受感動。我這邊看到一跳，還是就是有點喜歡那樣。愚公移山這出客家舞馬是劉少儒10幾年前的作品，客家人的音樂、客家人刻苦的精神全在裡頭。 劉少儒說：“明年他會重新編曲以及創作新的客家舞馬，將和所有的觀眾再次分享客家之美。”民視新聞陳小青、翁強斌台北報道。